那学韩语嘛 ，BALA BOLKA 巴拉波卡 BALA BOLKA 这个程式去搜寻一下，下载安装使用。会念日文，会念韩文，念广东话。古代哑语就是类似闽南语，中文当国语当然也有了，英文也有哦，还有好多国家的语言，还可以在荧幕上逐字念呢。已经操作过了国语的啦，哑语就古台语、古汉语，读书音啊、文言音啊，然后还有客家话、广东话。日文、英文、韩文都可以。日文的、英文的、韩文的都试过了。古汉语，哑语、古汉语，类似闽南语都有念过了。闽南语。我安装很多 APP， 可能会造成操作比较慢哦。操作处理的时候会在那边转圈圈，操作会比较慢哦。不晓得有没有影响到直播啦、录影啊、程式操作了。